过来消息来看，台中市有公车伫下班时间，真侪车来去哦。公车煞停伫路中哦，来载人客。要坐公车的学生啊，只好让车旁行过车路上车，实在是真危险哦。市政府表示讲，会来处罚公车业者。另外，伫新德县哦，嘛有学校的交通车就停伫路口，互学生啊上车，警方嘛开罚单处罚。公车来到中山车道，直接停车开门载客。这么危险，叫学生去跟教学生过去。学生伫交通尖峰时间被迫软过车停坐公车，看到民众看袂过去破防。批评中路客运公车2月24到3月31尾仔伫台中市私立宜能高中头前，东大路的公车站牌，中路客运45路公车拢有伫路中载客情况，当地民众也捌看过。是拢来程度不够，才摆啊！啊，先啊，拢踮咧路中坐车。对啊，因为感觉就危险，就危险的。我当然会觉得非常夸张啊，因为还是以我们的安全为原则嘛，所以它应该是要靠边。中路客运趁塞车无停靠路边载客，台中市交通局决定处1000至5000的违约金，佮列入评鉴扣分。业者讲会对违规驾驶记过停办处分。系不同司机驾驶不同车辆所为。本公司针对未依规定停靠载客，绝不允许，将依规定惩处2名司机记过处分，也会将司机召回停班再教育训练。新德县也有类似的情形，一台德东高中的交通车3月30早起6点外，直接停伫德北市公明6路甲中华路路口，互学生一个一个上车，互批评无顾囡仔安全。在路中间啊，这个有的人万一直接冲过来就撞到了。以违反《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》第55条第1项2款，在交叉路口处临时停车，可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。警方表示，这个举动已经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，伫交叉路口临时停车，会当处300至600的罚款。学校强调，已经调整停车位置，要对全车司机甲车长安全教育，维护学生的安全。公司新闻采访报道。